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orning Channel，我係 Charles。今集想同大家講下寧德時代、比亞迪、Tesla、比亞迪、Tesla，又係比亞迪、Tesla，通街都係電動車。喺全球新能源汽車產業蓬勃發展嘅時代中，好多品牌都加入生產電動車。除咗比亞迪同 Tesla，仲有寶馬、Benz、大眾、上汽等等。而你哋又知唔知道，全球差唔多每10架電動車入面，就有3至4架喺用緊寧德時代嘅電池。寧德時代嘅重要性同影響力不言而喻。而且寧德時代係2025年5月喺香港 IPO 2次上市，集資規模達到356億，係近4年來最高集資額嘅 IPO， 令到沉寂一時嘅 IPO 市場熱鬧起來。寧德時代從默默無名到年收千億，佢背後到底藏住咗啲乜嘢故事？今日就同大家慢慢拆解。寧德時代點解會叫做寧德時代呢？因為佢嘅創辦人陳毓群就係福建省寧德人，而且寧德時代最初就係因為咗響應家鄉招商而喺寧德市建廠。寧德時代成立於2011年12月，佢嘅前身就係大名鼎鼎嘅 ATL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入面嘅動力電池部門。講起 ATL，故事就要由30幾年前講起啦。1989年，曾毓群大學畢業後，被分配到福建一間國企工作，係而家定係以前，絕對都係一個鐵飯碗。不過，陳毓群絕對有別於常人，佢只係返咗3個月工，就頂唔順國企刻板沉悶嘅工作而辭咗份工，誤打誤撞去咗東一間電池廠工作。東新科電池廠係嗰度邂逅到將來一齊成立 ATL， 甚至可以話係影響佢一生嘅幾位靈魂人物。當時香港新科嘅創辦人之一梁小康，同可以話係曾毓群嘅恩師陳同華。1999年，梁少康因為未能得到總公司通過新嘅電池項目，而拉攏陳同華同陳毓群一齊另起爐灶，成立咗新能源科技 ATL。當時佢哋認為未來大趨勢將會係消費電子行業嘅天下，於是就聚焦係聚合物理電池依款電池產品，因為呢種電池又輕又薄，絕對係未來嘅趨勢。佢哋更以100萬美元向美國貝爾實驗室買下咗鋰電池技術嘅專利權，打算大量生產。可惜嘅係，呢種技術係當時來講存在住一個大缺陷，就係呢款電池經過反覆多次充電，係會產生膨脹、形變，嚴重嘅甚至會爆炸。如果有用過以前 Nokia 年代嘅手機，大家應該都有遇過呢種問題。正所謂有危就有機，呢個技術問題其實係當時來講係絕對困擾住全個行業。曾毓群把握機會，帶領 ATL 嘅頂尖團隊，只係用咗短短嘅2個星期就解決咗呢個問題，一時間成為咗全球最頂尖嘅技術，訂單隨之而來，更簽下咗 Apple、Samsung 等大客。後來因 ATL 嘅急速發展，先後經過多次融資同改變股權嘅活動，最後日本企業 TDK 全資收購咗 ATL。自2008年，曾毓群意識到電動車市場嘅發展潛力，於是成立咗動力電池部業務門。不過因為主導權係 TDK 手上，想發展動力電池處處受制，所以係2011年，曾毓群通過股權轉讓方式，成功將動力電池部獨立由 TL 抽出來，返到家鄉寧德建廠，正式成立咗寧德時代 Kettle。2012年，寧德時代迎來咗一個重要嘅機遇，佢成功同外國品牌寶馬合作，成為當時國內首家將動力電池賣俾合資企業嘅生產商。依次合作唔單止為寧德時代帶嚟訂單，更重要嘅係
寶馬係全球頂尖嘅車企，通過同寶馬合作，學習到先進嘅汽車動力電池生產標準同管理經驗，為之後嘅發展打好咗堅實嘅基礎。而且從品牌角度出發，能夠同國際大公司合作，品牌價值立即升價10倍，令到寧德時代陸續咁同上汽、吉利、大眾、Benz、Tesla 等合作。到2013年，寧德時代接到宇通客車嘅訂單，幫佢哋開發動力電池。依單生意令到寧德時代喺商用車動力電池市場嶄露頭角，知名度同市場份額都有爆發性增長。正所謂時勢造英雄，時代嘅巨輪要你行，你係點都停唔到嘅。2015年可以話係寧德時代具有歷史性意義嘅一年。2015年3月，國家工信部發咗汽車動力電池行業規範條件企業目錄，依個政策就好似一陣大風，吹起咗整個行業嘅變革。簡單而言，就係政策限制咗用日韓企業動力電池，規定所有國產電動車必須使用目錄中嘅電池，否則就唔可以獲得補貼。同時對屬性能量密度唔高嘅磷酸鐵鋰電池都有影響，但係寧德時代主打嘅三元鐵鋰電池，正好符合政策對高能量密度電池嘅要求。咁外之嚟，寧德時代就食正依條水，搶咗好大嘅市場有率。2017年，寧德時代極力擴展版圖，喺法國、美國、加拿大、日本等地成立子公司，仲同上汽集團成立合資公司。就喺呢一年，寧德時代成功超越松下電器，成為出貨量最多嘅行業巨頭。2018年，寧德時代喺深交所創業板成功上市，上市募集到嘅資金，用於產能擴張、技術研發等項目，令到公司綜合實力又上咗一個台階。之後，寧德時代繼續發力，加大全球市場佈局，不斷拓展客戶群體。喺國內，同上汽、廣汽、北汽、吉利依啲車企深度合作。2020年，更加成為 Tesla 嘅電池供應商，為上海生產嘅 Tesla 提供電池。依一次合作，更加鞏固咗寧德時代電池一哥嘅地位。截至2024年，寧德時代嘅電動車電池市率為 37.9%， 連續8年全球第一；而全球儲能電池市率為 40%， 連續4年全球第一。寧德時代自成立以來，技術創新就成為咗公司嘅主要目標。喺動力電池技術方面，不斷推陳出新，通過優化電池設計同材料，提升電池能量密度，從而增加電動汽車嘅續航里程。就好似佢哋研發嘅高 NIP 家歸負極電池，都已經可以量產啦。呢種電池不僅能量密度高，成本都降低咗，真係一舉兩得。喺快充技術上，寧德時代都取得咗大突破。以前電動車充電要等成個鐘甚至幾個鐘，而家有咗佢哋依快充技術，充電時間大大縮短。好似第二代神行超充電池，係全球首款續航達到800公里且具備峰值12C 超充速度嘅磷酸鐵鋰電池，5分鐘就能充出520公里續航，每秒增加2.5公里，比起第一代嘅15分鐘充電快咗足足3倍。呢個速度已經同去油站入油差唔多，簡直快到飛起。而且佢哋仲將目光投向固態電池、鈉離子電池依啲新興領域。鈉離子電池二代產品成本比鋰電低 30%， 固態電池能量密度更高，安全性更好，有望成為下一代動力電池主流技術。寧德時代嘅創始人曾毓群被譽為中國鋰電池之父。佢畢業係中科院物理研究所，有深厚嘅技術背景同豐富嘅行業經驗。除咗佢之外，寧德時代嘅靈魂人物陳棠華、張旭哲、
黃世林等都係當時嘅一流頂尖人物。喺佢哋嘅帶領下，寧德時代組建咗一支高素質管理團隊同研發團隊，團隊成員充滿創新精神同使命感，以打造世界一流創新科技公司，為人類新能源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為使命，不斷推動公司向前衝。寧德時代喺中國各地大搞建設，建咗好多大型生產基地，產能一擴張就能快速響應客戶需求，保證電動汽車同儲能系統市場嘅供應。而且隨住全球電動車市場發展，寧德時代仲加快國際化佈局，喺歐洲、美國等地設立生產基地，好似匈牙利工廠，產能規劃係德國工廠嘅7倍，而且地理位置超優越，毗鄰 Benz、寶馬嘅歐洲基地，大眾研發中心都喺3小時車程之內。呢種精準佈局，方便寧德時代服務全球客戶，鞏固咗佢喺全球電池市場嘅領導地位。寧德時代同好多全球知名車企建立咗長期穩定嘅合作關係，佢哋唔單止為車企提供高性能動力電池，仲參與到電動汽車整體研發同生產過程中，推動產業鏈一體化。就好似同 Tesla 合作，不單止鞏固咗寧德時代全球市場地位，仲促進電動汽車技術進步。另外，好似今年4月，寧德時代同中石化達成換電合作協議，計劃今年內建設1000座換電站，又同來達成換電戰略合作。來能源會對寧德時代投入不超過25億嘅戰略投資。而且寧德時代為保障電池生產所需嘅上游關鍵資源同材料供應，積極同礦產公司合作，保證原材料穩定供應。近年內，寧德時代通過自建、參股、合資、收購等多種方式參與鋰、鎳、鈷、磷等電池礦產資源及相關產品嘅投資建設同運營，打造完整產業鏈。寧德時代最賺錢嘅時代係咪已經過咗？根據寧德時代2024年年報，公司營收達到3620億，股東淨利潤達到500億，真係賺到盆滿缽滿。不過，相比2023年嘅營收，其實係下降咗9.7%，呢個情況係自上市以來嘅第一次。雖然寧德時代嘅解釋係因為原材料價格下降，所以都影響到產品價格下降，所以先會令營收下降。不過都有分析師認為，整體電動車市場經過咗多年嘅急速發展，已經出現飽和，再加上國內其他電池生產商加入戰團，呢啲都影響咗寧德時代條數。雖然寧德時代目前係行業霸主，但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。LG、松下、三星呢啲國際競爭對手不斷加大研發投入，提升產品性能同競爭力。國內嘅比亞迪、中創新航等企業都發展好快，通過技術創新同成本控制，逐漸搶市場份額。以後，寧德時代要不斷提升自身嘅核心競爭力，先可以應對到呢啲國內外群雄嘅挑戰。動力電池生產離不開鋰、鎳、鈷呢啲關鍵原材料，而呢啲原材料價格受全球供需關係、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，波動好大。原材料價格一上漲，寧德時代嘅生產成本就增加，利潤空間就滑縮。雖然寧德時代通過產業鏈整合同收購礦商嚟降低影響，但都唔可以完全消除風險。如果未來原材料價格持續大幅波動，肯定會對公司經營業績有不利影響。新能源汽車同儲能產業發展，好依賴各國政府嘅政策支持。如果未來各國政府對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嘅態度有轉變，
對儲能產業支持政策有變化，就可能影響市場需求，對寧德時代嘅業務發展不利。再者，地緣政局緊張都會影響電池嘅需求，好似之前中美關稅戰，好彩而家算係暫時霸佔，如果唔係絕對影響寧德時代嘅出貨量。寧德時代由零開始，一步一腳印咁走出自己嘅寧王之路，慢慢發展成年收千億嘅全球電池霸主。佢哋嘅崛起之路充滿咗傳奇色彩。通過對寧德時代嘅深入分析，大家可以理解到一間企業要成功，首先一定要順流而上，站在風口上就可以一飛天。正確嘅賽道係先要條件，之後經過技術嘅創新、市場嘅拓展、產業鏈嘅整合，再加上寧德時代公司文化面對挑戰時嘅幹勁同韌力，從而成就咗一個時代嘅誕生。希望大家喺寧德時代呢個案例中可以學到嘢啦。今集就講完啦，如果大家想我講其他公司，可以喺下面留言，大家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啦，拜拜。